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3月8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2月28日星島頭條。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日本熱到要為極端高溫起名字，氣象廳徵集40度以上專用語，今夏啟用。全球氣候暖化問題持續惡化，日本近年夏季頻頻刷新高溫紀錄。日本氣象廳今日27日宣布，由於攝氏40度以上的極端高溫日子越趨頻繁，現行用語已不足以反映酷熱程度，故正式展開公眾諮詢及投票，為40度門檻徵集正式名稱，預計於今年夏季投入使用。日本氣象廳目前針對高溫設有3級稱謂，攝氏25度以上稱為夏日，30度以上為真夏日，而35度以上則為2007年新增的猛暑日。然而，自2018年起，日本已連續多年錄得超過攝氏40度的極端高溫。去年8月5日更在群馬縣伊勢崎市錄得攝氏41.8度的歷史新高。是次意見調查即日起展開，至下月底結束。氣象廳與氣象學家、日語專家共同商討後，列出了13個候選名稱供公眾投票，當中包括炎暑日、酷暑日、極暑日、烈暑日及超猛暑日等。目前民間組織日本氣象協會已率先採用酷暑日一詞，各界正關注官方最終會選用哪一個名稱。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呢則新聞資料來自3月8日星島日報，標題係沖繩奇遇中國人無錢搭巴士，好心小女孩窩心菜1000日元。近日，小紅書博主魚魚在網上分享一件自己在日本沖繩的暖心事件。魚魚表示，自己當日在沖繩時，在巴士站等車，然後一名外表似初中生或小學生的女孩同樣等車。對方走近問魚魚在等哪一班車，由於自己不懂日語，所以用英語回應和給手機對方看。女孩就表示，她也是等同一班車。魚魚表示，上車時並不知道付費的程序，正當要投錢時，司機卻不讓她投。魚魚還以為不接受現金，打算拿出信用卡之際，女孩說了 after， 她才知道下車再投幣。魚魚估計女孩或以為她錢不夠，上車後坐在其前面寫東西，等女孩下車時，對方突然走近，然後塞給我一個紙條和1000日元的紙幣。魚魚當時即打算將錢還予對方，但是他拒絕接受，就直接下車離開。魚魚細看紙條寫道 You can use this 1000 yen note for the bus.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kinawa. Have a nice day. 下款寫有名字 Sasura。魚魚指看過紙條後感動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他明言會一直珍藏該張紙幣，永遠不會花掉它。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呢則新聞資料來自3月8日星期日 RTHK 嘅新聞，標題係退役巴士改裝員工子女設施九巴冀助釋放婦女勞動力。今日是300婦女節，九巴表示，早前將退役巴士改裝為內部顏色繽紛的員工子女設施，並安排幼兒工作員協助照顧2至6歲的小朋友，尤其讓女員工或單親家庭可以專職工作，兼顧家庭及工作。設施去年11月起試運至今，約有40名員工使用。九巴指出，有關設施位於荔枝角月輪街車廠，最多可容納10名小朋友，認為措施有助釋放女性勞動力，吸納更多人才。九巴又表示，現時已有15個巴士總站設有女員工優先休息室，配備更衣空間、全身鏡等，更便利女員工工作。而在大型車廠內亦設有哺乳室。女車長美說，數年前分娩後，一度辭去車長職務，其後留意到車廠增設托兒服務的消息，決定重返九巴，擔任兼職車長。她說，有關托兒設施方便又免費，有助兼顧育兒及工作。而週末的暫托服務，可便利她到附近健身或上興趣班。另外，女技術訓練生 Ivy 說，雖然工作環境多數是男性，但認為自己不比其他同事弱小。由最初對巴士維修毫無認識，
現已可獨立完成簡單更換檢查工作，例如車外指示證、冷氣泵、引擎外觀初步檢查等。唔知道大家對於以上諸新聞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